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我要跟您聊一个很多台湾中老年朋友都关心，但可能一直吃错的话题。您知道吗？现在很多50岁以上的台湾朋友每天都在吃酪梨，以为这样对身体好，可以保护心脏、降血脂、顾眼睛。但我必须很诚实地告诉您，如果吃的方法不对，酪梨不仅不会帮您补身体，反而可能让您的心血管、眼睛、关节越来越糟糕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我在诊间看过太多案例了。很多人有3高问题，血压高、血糖高、血脂高，却还在每天喝酪梨、牛奶加炼乳。有些人膝盖痛，上下楼梯都困难，以为多吃酪梨会改善，结果越吃越胖，关节负担更重。还有些人视力开始模糊，看手机、看电视都吃力。听说酪梨对眼睛好就拼命吃，但因为吃法错误，根本没效果。更不用说皮肤前痒、身体疲劳沉重这些常被忽略的症状，其实都跟您吃错东西有关。如果您没有看到最后，可能会错过一个会影响心脏、眼睛甚至寿命的关键细节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会完整告诉您酪梨的6大功效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会告诉您3大高危族群，哪些人吃酪梨反而会伤身。我还会教您5个吃酪梨的金律，让您真正吃对，保护好自己的晚年健康。在开始之前，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通知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分享的每一个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您觉得这个内容对您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上数字1；如果没有帮助，请打上数字0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正题。很多人一听到酪梨，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个很油耶，吃了会不会变胖？会不会血脂更高？这个担心我完全理解，因为我们从小被教育说油就是不好的，要少吃。但其实这个观念只对了一半。让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，您可以把我们的身体想象成一台老台北公车的引擎，要让这台引擎顺利运转，一定需要润滑油，但重点是您加的是什么油。如果您加的是回锅油、奶精粉、加工面包里的氢化油，那就像是把劣质机油倒进引擎里，用久了会堵塞、会生锈、会故障。这些就是所谓的坏脂肪，也就是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。但如果您加的是好油，像是橄榄油、酪梨油，尤其是酪梨里面含有丰富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特别是油酸，也就是 Omega-9，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这种好脂肪就像是高品质的合成机油，不但不会伤害引擎，反而能帮助它运作得更顺畅、更持久。所以说，酪梨不是油炸弹，而是身体用得起的好油。关键不在于它有没有油，而在于它是什么样的油。这一点，我希望您能记在心里。接下来，我会告诉您，酪梨到底能为您的身体带来哪些实际的好处。心脏与血管，让血流变得滑顺不堵塞。我们台湾人很习惯每年去做健康检查，看自己的血脂肪指数，看总胆固醇、低密度脂蛋白、高密度脂蛋白这些数字。如果您也有在关心这些，那您一定要知道酪梨对心血管的好处。让我用一个您熟悉的画面来形容。您知道台北民族西路吗？上下班时常常塞车，车子一辆接一辆，动不了。我们的血管就像是道路，血液就像是车子。如果血管壁上堆满了坏胆固醇和发炎物质，就像道路变窄了，车子当然会塞住。酪梨里面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加上丰富的钾离子，就像是一组交通疏导队，它们能帮助您降低血压，减少血管发炎，降低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让塞车变成顺畅，
让血液能够正常流动，心脏的负担自然就减轻了。这不是我随便说的，有很多研究都证实，每天适量吃酪梨的人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真的会下降。眼睛内建的太阳眼、净叶黄素，再来讲眼睛，年纪大了以后，你有没有发现看手机、看来影讯息、看电视，眼睛特别容易累，或是光线一亮就觉得刺眼，这些都是眼睛退化的指兆。最让人担心的是黄斑部病变，这是台湾中老年人失明的主要原因之一。而酪梨里面有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素，叫做叶黄素，还有玉米黄素。这两种东西就像是你眼睛里内建的太阳眼镜，可以过滤掉蓝光和紫外线，减少对视网膜的伤害。而且酪梨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E， 这些都是保护眼睛黄斑部不可缺少的营养。如果您每天都要用手机、电脑或是长时间看电视，那么适量吃酪梨真的就像是帮眼睛安装了一副抗蓝光的太阳眼镜，可以减缓视力模糊的速度。关节天然润滑剂，让走路不吱嘎。接下来是关节，我知道很多台湾的阿公阿妈每天早上要去市场买菜，要搭捷运上下楼梯，要带孙子去公园，但膝盖一痛起来，走路就像机器人一样卡卡的，甚至会发出声音。酪梨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，叫做不皂化物。这个东西听起来很专业，但您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组专门帮您修理关节的技师。它能够减少软骨的磨损，降低关节发炎，就像是帮您的膝盖、髋关节加了一层天然润滑剂。有些研究发现，长期补充酪梨的不皂化物可以减轻退化性关节炎的疼痛。当然，这不是说吃酪梨就能治好关节炎，但至少可以让您走路的时候比较不那么吱吱嘎嘎，行动起来更舒服一点。皮肤与免疫，从里到外的抗老机制。最后一个功效是皮肤和免疫力。很多人以为这是表面的东西，其实不然。皮肤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器官，也是抵抗外界伤害的第一道防线。酪梨里面的维生素 E 是很强的抗氧化剂，可以对抗自由基，让皮肤保持湿润有弹性，而且它还能减少身体的慢性发炎反应，这对预防各种老年慢性病都有帮助。您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身体的防火墙，外面有很多病毒、细菌、压力、污染，这些东西都会攻击我们的细胞，而酪梨提供的营养就是帮您加强这道防火墙，让您从里到外都更健康、更有抵抗力。讲完了酪梨的好处，现在我要讲一个更重要的部分，也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，那就是酪梨虽然好，但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。有3种人，如果吃错了，反而会伤害自己的身体。对橡胶过敏者，乳胶可能引发交叉过敏。第一种是对橡胶过敏的人，也就是乳胶过敏。您可能会想，橡胶跟酪梨有什么关系？其实关系很大。酪梨里面有一些蛋白质的结构，跟橡胶里面的蛋白质很相似，所以如果您对乳胶手套、气球、橡皮筋这些东西过敏，那您吃酪梨的时候，就可能出现所谓的交叉过敏反应。这个种过敏的症状包括嘴巴痒、喉咙肿胀、皮肤起红疹，严重的话甚至会呼吸困难。我记得几年前，高雄有一位患者，他本来就对橡胶手套过敏，结果有一次吃了酪梨沙拉，不到10分钟，喉咙就开始紧缩，脸也开始肿起来。还好及时送到医院，打了抗过敏药，才没
有发生更严重的状况。所以，如果您知道自己对橡胶过敏，吃酪梨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，最好先少量试试，或是直接避免食用。肾脏病族群钾含量高，可能造成高钾血症。第二种是肾脏功能不好的人，酪梨是高钾食物，一颗中型的酪梨大概含有将近500毫克的钾。您可以把肾脏想象成是身体的污水处理厂，它的工作就是把血液里面多余的废物电解质过滤掉，维持身体的平衡。但如果肾脏已经受损，处理能力变差了，这时候您又吃了很多高钾的食物，就像是在洪水来临的时候，还不断往处理肠里倒水，结果就是钾离子排不出去，堆积在血液里。高钾血症是很危险的，它会造成心律不整，严重的话甚至会心脏骤停。所以如果您有慢性肾脏病或是正在洗肾，千万不要以为酪梨很健康就拼命吃，一定要先问过您的肾脏科医师，确认自己的钾离子摄取量是不是在安全范围内。使用抗凝血药、华法林者，维生素 K 会干扰药效。第三种是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的人，特别是华法林这种药。华法林的作用是减少血液凝固，预防血栓形成。很多心房颤动、中风过或是装过心脏支架的病人都需要长期服用，但问题是，酪梨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K， 而维生素 K 会促进血液凝固，刚好跟华法林的作用相反。如果您在服用华法林的同时，又突然大量吃酪梨，就会让药效变差，血液变得比较容易凝固，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。这样一来，您本来是要保护自己，结果反而把自己推向危险。所以如果您正在吃抗凝血药，想要吃酪梨之前，一定要先跟您的心脏科医师或家庭医师讨论，看看是否需要调整药量，或是控制酪梨的摄取量。好，讲完了哪些人不能吃。现在我要告诉您，如果您适合吃酪梨，那该怎么吃才是最正确、最有效的方法。我整理了5个金律，您一定要记起来。金律1，每天1/4到1/2颗就够了。很多人以为酪梨很营养，就想说多吃一点比较好，但其实不是这样的。一颗中型的酪梨热量大概有200到250大卡，差不多等于1碗饭。如果您每天吃一整颗，再加上其他正餐，热量很容易就超标，反而变成热量炸弹。所以我建议一般中老年人每天吃1/4到1/2颗就非常足够了，这样既能摄取到足够的好脂肪和营养素，又不会造成体重负担。金律2，早餐或午餐吃最划算。什么时候吃酪梨最好？我建议是早餐或午餐，因为酪梨的好脂肪会让您有饱足感，可以维持比较长的时间。这样下午就不容易嘴馋，想吃甜食或零食。如果您晚上才吃，一来活动量比较少，二来可能影响消化，反而不太理想。所以最聪明的吃法，就是把酪梨放在早餐或午餐，让它帮您稳定血糖，维持精神，又不会增加晚上的肠胃负担。金律3，拒绝酪梨、奶昔加糖加炼乳。这一点我要特别强调，
很多台湾人喜欢把酪梨打成奶昔，然后加很多糖、加炼乳、加冰淇淋，觉得这样才好喝。但我必须很诚实地告诉您，这种吃法根本就是脂肪糖水，完全破坏了酪梨原本的健康价值。您想想看，酪梨本来可以帮您降血糖、降血脂，结果您加了一大堆糖进去，血糖反而飙高，这不是本末倒置吗？所以如果您真的要打酪梨牛奶，请用无糖豆浆或低脂牛奶，不要加任何糖或炼乳，或者直接切片吃、拌沙拉吃，都比打成甜饮料来得好。金律4：三组黄金搭配。酪梨要怎么搭配才最营养？我推荐3种黄金组合。第一组，酪梨加全麦、吐司加蛋，这是很经典的早餐组合。好的碳水化合物、优质蛋白质、好的脂肪，3种营养素都有了，而且饱足感很强。第二组，酪梨加番茄加洋葱，番茄里面有茄红素，洋葱有胡皮素，加上酪梨的好脂肪，这3种加在一起，抗氧化能力会更强，对心血管保护效果更好。第3组，酪梨加生菜沙拉，绿色蔬菜提供纤维质和各种维生素，酪梨提供脂溶性营养素和好油脂，两者搭配起来，营养吸收率会提高很多。这3种搭配方式，您可以轮流变化，既不会吃腻，又能让营养更均衡。金律5：挑选加保存秘诀，最后是挑选和保存的技巧。挑选的时候，你要看酪梨的外皮颜色，如果是深绿色偏黑，而且用手轻压有一点弹性，那就是熟了，可以直接吃。如果还是亮绿色，摸起来很硬，那就是还没熟，要放在室温下再等几天。保存的话，如果是没切开的，放室温就可以，但如果已经切开了，要马上在切面上撒一点柠檬汁，然后用保鲜膜紧紧包起来，放进冰箱冷藏，这样可以减少氧化变黑，最好在1到2天内吃完，不要放太久。讲了这么多理论和方法，现在我想跟您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位阿姨叫做林秀凤，今年68岁，住在台中太平区。她来找我的时候，主要的困扰有3个：膝盖痛、手脚冰冷，还有视力越来越模糊。她跟我说，她每天早上起床，膝盖就僵硬得不得了，要走一阵子才比较舒服。上下楼梯的时候，膝盖会发出咔咔的声音，还会痛。另外，他的手脚一直都是冰冷的，即使夏天也一样，晚上睡觉都要穿袜子。最让他担心的是，他看 LINE 讯息的时候，字体越调越大，还是觉得模糊。看电视也一样，眼睛很容易累。我问他平常吃什么，他说他知道酪梨很营养，但因为觉得很油，所以不太敢吃，怕血脂肪更高。听完他的状况，我跟他解释了酪梨的好处，也教他正确的吃法。我请他每天早餐吃1/4颗酪梨，搭配全麦面包和水煮蛋，不要加糖，不要加炼乳，然后每天中午再配一些番茄和生菜。大概6个星期以后，林阿姨回来复诊，
他整个人的气色都不一样了。他很兴奋地跟我说，现在早上起床，膝盖比较不会那么僵硬，上楼梯也比较轻松，手脚虽然还是有点凉，但明显改善很多。最让他开心的是，看手机、看 Line 的时候，眼睛没有那么容易疲劳了，晚上睡觉也比较深沉。我跟他说，这不是什么奇迹，只是因为他用对了方法，给身体补充了他真正需要的营养。只要坚持下去，效果会越来越明显。好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最后，我想跟您说一句话，也是我在临床工作这么多年最深的体会，那就是没有绝对好的食物，只有适不适合您体质的吃法。酪梨确实是很好的食物，但如果您是乳胶过敏、肾脏病患者，或是正在服用抗凝血药，那就不适合您。相反的，如果您是一般健康的中老年人，只要用对方法，酪梨绝对可以成为您保护心脏、眼睛、关节的好伙伴。我知道年纪大了，要改变饮食习惯不容易，但您要相信，即使是很小的改变，只要持续做，累积起来就会产生很大的效果。今天开始，试着把酪梨用正确的方式加进您的早餐或午餐，不要加糖，不要加炼乳，搭配全麦食物和蔬菜，然后坚持7天看看。如果您是那3种高危族群，请一定要先咨询您的医师，不要自己乱吃。最后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按个赞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分享给您的家人朋友，让更多人知道怎么吃对酪梨，保护自己的健康。我们下次见，祝您身体健康，平安喜乐。